嘢係前列腺肥大呢？有啲咩人又會容易患上前列腺肥大呢？到底前列腺幾大粒，我哋先叫做前列腺肥大呢？如果講到藥物治療先嘅話呢，病人一般有啲乜嘢類型嘅藥物可以選擇呢？到底有前列腺增生會唔會增加患前列腺癌嘅風險呢？ Call me doctor， 我係 Dr. Cheryl。 Call me doctor， 我係李醫生。大家好，歡迎翻嚟 Call me doctor， 我係 Dr. Cheryl。今日咧，我哋嚟探討一下男人最痛就係前列腺肥大啊！好多人咧一聽到前列腺肥大都覺得好驚嘅，一嚟呢個情況真係好普遍啦，二嚟咧好多人都好驚前列腺肥大咧嘅治療啲藥物咧會有好多副作用啊！我哋好榮幸可以邀請到泌尿外科專科李卓輝醫生同我哋一齊講解下前列腺肥大呢個問題。李醫生你好。Thank you 啊 Dr. Cheryl。咁啊，各位 Call me doctor 嘅觀眾大家好，我係泌尿外科李卓輝李醫生。李醫生啊，其實講起前列腺肥大啦，乜嘢係前列腺肥大呢？有啲咩人又會容易患上前列腺肥大呢？基本上前列腺自己本身就係男士獨有嘅一個器官，咁佢就喺我哋個膀胱同埋尿道嘅中間，係啦，咁佢作用最主要有幫手我哋引尿或者係分泌一啲液體喺精液入邊，係啦。咁前列腺肥大其實係嚴格上指緊前列腺中間一個位，我哋俗稱個 T 鬆。係啦，因為前列腺本身分兩大個位 ，T 鬆就喺中間包住個尿管，咁同埋出邊有個叫 P 鬆，係啦。咁當年紀越大嘅人，就個 T 鬆即係中間包住尿管嘅位置，有機會越嚟越肥大，壓住個尿管，咁我哋就俗稱前列腺肥大，係啦。咁前列腺肥大可以影響唔少中年甚至乎老年人，係啦。咁年紀越大，機會率越高。咁亦都佢影響嘅症狀其實最主要分兩類，一開始就好似即係我哋叫做扭緊咗個水喉咁樣樣，咁小便會相對慢咗啊，難啲屙啊，斷斷續續。久而久之咧，就亦都越嚟越多膀胱性嘅症狀可以出現，即係包括一啲急尿啊、急到想賴啊、成日需要去廁所夜尿嘅情況。咁所以呢啲就大致上我哋講話前列腺肥大嘅一啲基本知識。明白。講起頭先提到前列腺肥大引起嘅一啲下尿路症狀啦，喺臨床上有冇一啲指標或者評分去幫助我哋去檢測呢啲前列腺肥大嘅症狀呢？係嗱，絕對有嘅。我哋好常啦，即係基本上個個病人嚟到我診所咧，我都需要佢填尤其是嗰個小便症狀呢個國際前列腺症狀評分表。咁佢係一個幾好嘅評分表，亦都喺網上可以自己下載落嚟去填去睇下，係啦。大致上咧，佢囊括咗7條小便嘅症狀嘅題目，另外就加多一條，究竟呢啲症狀有幾影響你日常生活嘅一個評分，係啦。咁呢啲症狀亦都有所講頭先一啲阻塞性嘅症狀啦，同埋或者一啲膀胱性嘅症狀，亦都有囊括入去。咁同埋呢一個症狀表最好嘅用處咧，就係好多時我哋隨住時間會睇到個轉變，或者隨住唔同嘅治療，包括食藥或者做手術，會睇到個分別。咁如果病人真係喺網上面做咗呢一個國際前列腺症狀評分，發覺自己有前列腺症狀咯，有啲咩情況佢哋先考慮要用治療呢？前列腺肥大頭先都有講到同年紀有關啦，咁所以我哋幾時開始做治療呢？就有好多人係有症狀先至去睇醫生。雖然其實我覺得所有男士過咗40-50歲應該去即係 check 下㗎啦，係啦，因為依紮症狀之前有幾樣嘢我哋一定要 check 嘅，包括前列腺抗原癌指數有冇升高，係啦。咁至於幾時我哋開始做治療呢？呢個好睇症狀有幾影響日常生活啦，有冇併發症出現啦，咁同埋本身個前列腺個大細同埋形態去到咩地步，係啦。講起個前列腺嘅大細啦，好多觀眾都有一個迷思嘅，到底前列腺幾大粒，我哋先叫做前列腺肥大呢？有冇一個標準話到俾我哋聽，幾大粒嘅前列腺先係大嘅？好多時候病人咧去做腹部超聲波或者一啲前列腺超聲波咧，佢都會有一個描述話到俾你聽，粒前列腺幾大粒喎？咁點先知自己有冇前列腺肥大呢？嗱，前列腺肥大咧，其實係一個我哋以前就靠指探去大致上推測有幾大，而家咧就真係可以用唔同嘅掃描去睇清楚。最簡單就係一個超聲波，
係啦。咁正常嘅男士前列腺應該係20-30 ml 度，即係大致上一粒大啲嘅車厘子啦。係啦，咁當佢去到50-60 ml，我哋大致上覺得係中度肥大，大過80就非常肥大。咁呢啲點解我哋咁樣分？其實最主要因為唔同大細嘅前列腺相關，有唔同嘅治療建議。明白。而當呢一啲下尿路症狀影響到你日常生活嘅時候，就可以考慮用治療啦。咁我知道治療有分為藥物治療啦、外科手術治療啦。如果講到藥物治療先嘅話咧，病人一般有啲乜嘢類型嘅藥物可以選擇呢？嗱，前列腺肥大嘅藥物最主要分兩類，一類就係我哋俗稱前列腺放鬆藥 alpha blockers， 另一類咧就係前列腺縮細藥 5-alpha reductase inhibitor。咁呢兩類藥都各有各嘅好處嘅，包括前列腺放鬆藥嘅好處咧就係好快有效果，即係佢作用即係好似個名咁啦，就係一食完就將前列腺中間嘅肌肉層放鬆，令到個尿管更加闊、更加暢順。係啦，咁所以預計食完都可能1-2個星期開始會見效。至於 5-alpha reductase inhibitor 即係前列腺縮細藥咧，佢個作用就真係希望長時間食，將前列腺增生嘅部位縮翻細，係啦，大致上1至2成度。咁不過呢個就需時嘅。明白。咁所以喺考慮用邊一隻前列腺藥物嘅時候，可能都要根據翻病人本身嗰個症狀啦，係一個好個人化嘅治療嚟嘅喎。係。明白。係啦，因為有啲嚴重嘅病人，甚至乎我哋需要2隻藥都一齊食，係啦，希望就達至到最理想嘅情況啦。頭先提到 alpha blockers 嘅一啲副作用啦，早前我都有一位70幾歲嘅伯伯嚟我診所睇，就係有一啲下尿路嘅症狀，檢查完抽晒血咧，都覺得似係一啲前列腺肥大嘅症狀。但係佢食完 alpha blockers 之後咧，就覺得好頭暈啊，咁亦都令到佢咧本身呢啲血壓咧就控制得唔係咁好，變到血壓太低啊。多唔多見到呢啲情況？又可以點樣處理呢？嗱，因為 alpha blockers 都有分舊式同埋新式，最主要嘅分別在於佢有幾針對個前列腺放鬆，定係佢有影響埋身體其他地方。越新嘅藥咧，其實就越淨係針對前列腺膀胱頸，希望淨係放鬆嗰個位，係啦。咁所以如果坊間我哋開一啲相對舊式嘅藥，即係有啲藥直情係攞嚟當血壓藥嘅，咁但係有時如果血壓降得太低，佢血管放鬆咗，咁就有機會出現頭暈啊，甚至乎老人家有時係驚佢跌倒嗰啲情況。咁所以有咁樣嘅狀況，你不妨可以轉翻一啲新型啲嘅 alpha blockers， 咁預計佢真係會血壓低見頭暈嘅機率就會大大減少。明白。咁所以我哋可以考慮用一啲新型啲嘅 alpha blockers 去減低一啲頭暈啊、血壓太低啊嘅情況嘅喎。明白。咁如果有啲病人咧久病在床，成日咧都係用胃喉進食嘅。我之前咧遇到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有一啲舊式嘅前列腺藥咧冇辦法經過胃喉俾佢食到喎。呢一方面有冇啲咩幫到手嘅？而家某幾種放鬆前列腺嘅藥其實都可以即係搣開佢個膠囊入邊嘅藥，可以直接即係倒入去胃喉入邊俾病人進食嘅。咁 Silodoxin 係其中一種可以用嘅嘢啦，係啦。咁所以呢個就我相信就唔係太影響。知道。咁咧喺呢一個藥物治療以外，另外一種就係外科手術治療啦。有啲咩情況我哋會建議，又或者要病人去考慮，可能要做手術去治療佢嘅前列腺呢？當前列腺肥大增生去到一個位出現併發症，其實我哋一般都會建議手術就多過食藥，除非對手術嘅風險係相對高，係啦。咁有啲咩併發症呢？即係我諗最嚴重就包括一啲完全屙唔出尿，需要插尿喉，係啦，影響腎功能、賴尿、經常發炎、經常出血、生膀胱石呢啲併發症。咁我諗手術都係比較有效地打通個前列腺，令到改善翻晒所有嘢，亦都希望恢復翻正常，係啦。咁另一堆就係真係對食藥個效果唔係好理想，或者食藥出現有副作用嘅人，我諗手術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嘅，因為手術喺呢個世代其實有好多種。係啦，亦依咁多種，樣樣都係內窺鏡微創嘅手術，係啦，意思就係出邊冇傷口，所有儀器都係經尿道入去幫手做嘅。咁我諗大致上分3類嘅手術啦。第一類就我哋俗稱最傳統嘅內窺鏡電極刀刮除手術，
係啦。咁呢個手術嘅好處就係非常成熟，面世都接近100年㗎啦。咁所以啲嘢係好清晰，亦都好安全嘅。咁佢個有效喺前列腺入邊打通翻成個尿管，亦都有效時期，佢翻發嘅機率就唔算真係咁高嘅。不過呢個亦都要睇翻本身前列腺嘅大細而決定係咪做呢類。咁第二類嘅手術咧，就一啲相對再新啲嘅手術啦，就係一啲成個將我哋前列腺中間增生位置好似剝橙剝出嚟嘅激光剝離手術，係啦。咁佢個好處咧就係真係希望佢唔再翻發。係啦，亦都相對針對一啲巨型嘅前列腺就更加有效去處理佢，係啦。不過即係始終一下子打通嘅前列腺咧，佢相對嘅風險亦都會高少少嘅，係啦。咁所以呢個可以詳細之後即係有需要可以再講，係啦。第三類咧就係一啲我哋俗稱再新型啲、微創啲嘅內窺鏡手術，包括用蒸氣術啊、提拉術啊，甚至乎水刀術。係啦，咁呢啲手術嘅好處就係佢比食藥有效，但係亦都唔使去到話完全全身麻醉嘅地步。係啦，好處亦都係喺做完打通前列腺通道嘅同時間，希望保留翻性功能啊、射精功能啊呢啲咁樣嘅情況。係啦，咁所以我諗每個病人去到需要考慮手術，而家就有好多種係睇翻病人想要啲咩嘢。唔介意啲咩嘢，同埋個前列腺個大細而決定做啲咩咯。明白，所以最緊要都係同翻你嘅泌尿外科醫生去商量邊一隻手術先係最適合你嘅。仲有一個迷思咧，喺網絡上面咧，好多人都會問嘅，到底有前列腺增生會唔會增加患前列腺癌嘅風險呢？根據文獻咧，其實就前列腺良性增生同前列腺生癌就冇直接關係，但係因為前列腺癌同埋前列腺增生同時間都喺上緊年紀嘅男士可以出現，係啦，而佢哋出現嘅症狀亦都有啲相類似，係啦，咁所以喺我哋做任何前列腺肥大嘅治療，甚至乎手術之前，我哋都必須要肯定冇乜生癌嘅機會。咁呢個好容易揾得到嘅就係靠抽血，係啦，抽一個前列腺抗原癌指數 PSA， 係啦，咁就大致上會知個風險去到邊度。咁如果一般男士，你會建議佢哋幾多歲開始做 PSA 嘅檢測呢？PSA 我諗一般50歲打，即係開始50歲都會建議去抽一抽噶啦，甚至乎有啲擔心或者相對高風險嘅人士，包括家族上有人有前列腺癌，或者某啲種族，即係包括黑人嘅種族，都會建議可能由40歲開始就抽，或者本身有開身體檢查嘅男士，其實你順便抽埋 PSA 都唔係太大問題，係啦，因為佢低我哋就一啲都唔擔心，但係佢高我哋就要揾下究竟發生咩事。今日真係多謝晒李醫生啦！如果大家咧都中意呢類簡單易明嘅健康資訊嘅話咧，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 健康好人生。我哋下集再見，拜拜。拜拜。喂，睇完片唔好走住啊！記得要訂閱我哋會繼續同大家分享健康同埋養生資訊，陪大家追求健康，享受精彩人生。